個唔係自助餐，明明牛柳、意大利飯、炸魷魚，仲有紅白酒都係任拎任食任飲嘅喎。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入邊嘅班尼餐廳，由依家開始，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5同6都會舉行意式周末市集。餐廳入邊會有幾個攤位，真係好似意大利小鎮嘅周末市集咁啊！餐廳副行政總廚 Luca 就話呢個唔係 buffet嚟噶，因為啲攤位除咗有想食幾多就拎幾多嘅牛扒海鮮之餘，仲有幫你配好晒嘅酒。市集開足5個鐘，夠時間自製 wine pairing dinner 啦。有得食仲有得買噶 ，Luca 自製嘅松露醬、開心果醬同埋麵包，平時唔會賣噶，去到呢個市集呢，就買到啦。仲有啊 ，Luca 會走出廳堂同客人吹水之外，餐廳仲邀請埋意大利酒莊莊主嚟到澳門，等客人同佢哋傾偈交流，試啱又中意咯，買埋支酒咯。食下，仲有意大利男高音着住件廚師衫高歌一曲，真係好有歐洲市集 feel 噶。